娃娃 TV 讲台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sa。今仔日我要来介绍四句俗语，互大家知。第一句是“泡面摊浸水鹅”，这就是摊这就是鹅。有一寡无老实的生理人，会甲大粒佮好看的摊放伫上顶悬铺面，互人客来拣，互人客叫是伊即搭拢是遮尔水佮大粒的摊，煞毋知影细粒的拢藏伫下骹。鹅仔就甲浸水，互伊重起来，安尼看起来较水较大面，煞毋知影买转去一落鼎就烧风变细面。即句俗语就是咧比喻一个人亲像铺面的摊共款，敢若表面好看头尔，其实腹内无高，连面就互人看破骹手。第二句俗语是“蚵仔鱼浸水毋认输”，蚵仔鱼就是这啦，咱食的蚵鱼子就是伊的卵哦。浸水就毋是顺流水在游啦。蚵仔鱼逐冬的冬天拢会对台湾的西部游到南部去西卵，算是向流水颠倒边的方向游，就算歹游，因嘛是会摒势游过去。所以即句俗语就是咧用来形容一个人甲蚵仔鱼共款有即种毋认输的精神啦。第三句俗语是“送伊鱼，较输教伊掠鱼”。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一个人若是有困难，咱逐个甲斗相共赞助一摆两摆无要紧，毋过这袂久长，无可能一直甲伊斗相共赞助伊一世人，所以不如教伊一寡功夫，亲像教伊掠鱼仔，伊若学会晓准讲咱无送鱼仔互伊，伊嘛会当靠家己去掠鱼过日子。最后一句是“一兼二顾，蒙拉兼洗裤”。古早时河水较清、较无污染的时阵，河口溪沟就有真侪螺，所以有的人就会去遐摸螺转去煮。摸螺的时阵会浸着水，裤会澹去，所以摸螺的时阵裤嘛会当顺续洗洗咧。即种本来在做一项代志，却得到两种好处的状况，就是一兼二顾，摸螺兼洗裤。安尼即四句俗语，大家敢拢学会晓刷落来，咱来看伫生活当中会当安怎运用。Lisa， 你敢有感觉咱班阿明介厉害？安怎讲？伊即摆运动会走标竟然走第一名啦！我会记得伊体育课敢毋是拢走上尾名？是伊着蚵仔鱼浸水毋认输。我最近看伊一直在练习，是真厉害呢！无亲像咱隔壁班的阿峰，逐摆拢讲伊偌敖拄偌敖，结果煞走上尾名。是伊这叫做泡面摊浸水鹅，一比落去就知影谁是真功夫对毋过我嘛真好奇，毋知影阿明是安怎练的，哪有法度进步遮尔紧？煞毋知着3个月前，伊互人选去走标，规人烦恼甲袂食袂困，阁想要叫我代替伊去走呢。结果我想讲，送伊鱼较输教伊掠鱼，就甲介绍互阮阿叔。拄好伊的运动馆底欠骹手，就叫伊去甲斗相共。有闲的时阵，阮阿叔阁会甲训练教伊走标的美角。哇，真好对有薪水通好领，阁有免费的教练在教，真正是一兼二顾，摸螺兼洗裤。好，我是 Lisa， 今仔即四句俗语，大家拢学会晓安尼若是有介我的影片，莫搁再试赞，搁来分享出去，也要电话观众朋友万要是直接点完，因为虽然都爱看的是上新的影片通知哦。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欢迎到follow一下赞的哦。好，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